你阿爹哋媽咪係咪經常暗暗沉沉？仔阿女唔好去叫外賣啊！點解啊？出邊啲食材唔夠新鮮啊嘛，廚房衛生又唔過關。嗱，呢啲問題當然重要，但係咧仲有一個更加重要潛在個風險就係外賣嗰啲盒。你有冇諗過一個高溫度嘅食物直接裝入呢咁嘅塑料打包盒裏邊，然後馬不停蹄送到你手上？有啲甚至用塑膠袋打包嗰啲湯汁，如果未食完，你仲可以將啲飯菜都放喺冰箱裏邊，第二日帶埋個盒，一叮一聲又一餐。呢啲咁嘅塑料做嘅外賣盒呢，真係能夠裝咁熱嘅食物呢？到底安唔安全啊？目前市面上使用嗰啲一次性塑料餐具，材質大多數係 PP， 即係我哋講嘅聚丙烯。呢種材質呢，本身安全性係比較高嘅，熱穩定性就普遍良好，安全耐熱。雖然個 PP 好穩定，但佢有一個缺點就係用料啊好薄，喺日常使用當中容易產生一啲細微嘅破損。有研究顯示，溫度越高就有更多嘅塑料個顆粒進入食物。咁呢啲破損到嘅高溫環境下呢，又或者接觸到嗰啲油脂類食物嗰陣，塑料裏邊嘅有害物質就會乘機轉移到食物當中。你有科學家計算過，每人每星期大約食咗5克嘅微塑料，相當於一張銀行卡嘅重量啦嚇。微塑料會伴隨住啲血液循環游走你全身啊，好似我咁體質好嘅呢，可以隨住代謝屙翻晒出去，但係亦都有可能沉積喺你重要嘅器官裏邊。睇似普通嘅塑料餐盒，可能已經釋放大量嘅隱形毒素。佢哋雖然咧睇唔見又摸唔着，但會潛伏喺身體裏邊，干擾你嘅內分泌，甚至增加患癌嘅風險。即使係嗰啲耐高溫嘅餐盒，亦都最好唔好裝太油膩嘅食物。呢個係因為咧，呢個塑料製品裏面嘅部分成分屬於脂溶性。如果你嘅食物嘅油脂含量高，就容易讓呢啲成分溶咗出嚟，亦即係嗰啲咁嘅麻辣燙啊、水煮魚啊、水煮牛肉啊呢啲咁嘅油多嘅食物，最好唔好打包，堂食比較好啲，食唔晒算啦。雖然講咧唔一定話打包翻去有害處嘅，但終歸唔係咩好事，盡量避免就避免咯。嗱，呢啲咁嘅塑料餐盒咧，能夠直接喺微波爐裏邊加熱又得唔得啊？除咗 PP 塑料嘅飯盒可以直接放入微波爐裏邊叮，其他唔可以，亦唔好裝太熱嘅食物。需要翻叮嘅，你可以倒入屋企嗰啲碗碟裏邊，裝落個碗度去加熱啊嘛。